今日我哋一齊開箱和順堂嘅自熱古方燉湯系列。首先我哋開箱黃色盒嘅石盒百合龍骨湯，佢採用咗低嘌呤食材原中燉煮，大人、小朋友、老人家都啱飲。成分有龍骨，即係豬嘅脊骨，仲有和順堂供應嘅藥食同原材料，好似係健脾潤肺嘅鐵皮石斛、山藥、豉實、麥冬、百合、玉竹咁，全部都無添加硫磺，而且性質平和養胃，特別適合腸胃麻麻地、體弱易倦嘅都市人。等我哋一齊開嚟試下啦！盒裏面除咗有一碗湯呢，仲有一個匙羹嘅，方便隨時想食都得。加熱方法呢，亦都好簡單嘅，只要按住碗身順時針旋轉一周，等佢5至8分鐘呢，就飲得啦。大家留意加熱嘅時候呢，會有蒸汽冒出。哇咁快我哋就加熱完成啦！大家開蓋時呢，就要小心燙手啦。因為係原中燉煮，裡面啲湯好清，足料得嚟呢又冇咩油喎，飲落好清甜，適合用嚟做家常靚湯或者做簡單快捷嘅輕食餐。另外，平日手腳冰冷嘅女士就要留意呢一個紅色盒嘅石盒當歸烏雞湯啦。裡面嘅成分有烏雞、當歸、黃精、紅棗，打開嚟呢就會聞到好香嘅當歸味，雞湯飲落呢十分鮮甜滋補，好多湯料呢都食得㗎。當歸係著名嘅補氣補血藥材，而黃精呢更加係中藥滋補嘅上品，可以補氣養陰、健脾、潤肺、益腎，一睇就知道係好補身啦。裡面仲有珍貴嘅鐵皮石斛，可以滋陰潤肺，整體嚟講補而不燥，適合氣血不足嘅人士。無論係男士定係女士都好啦，如果身體係屬於虛勞嘅話，都適合飲呢一個石盒當歸烏雞湯㗎。相反，如果你有脾胃積熱、口乾舌燥嘅問題，就可以選擇綠色盒嘅石盒綠豆海帶老鴨湯，裡面嘅成分有鴨肉、海帶、鐵皮石盒、綠豆，飲落呢會有鴨肉啦同埋海帶嘅鮮甜。鐵皮石斛同鴨肉可以滋陰養胃，綠豆海帶可以清熱利水，配合陳皮嘅健脾和胃，好適合用嚟清熱解暑，改善夏天脾胃虛弱嘅問題。如果你係經常打邊爐或者食完熱氣嘢會生痱滋嘅人士，就可以飲石斛綠豆海帶老鴨湯，滋陰清熱，舒緩上火嘅問題。和順堂嘅自熱古方燉湯，好味又暖胃，係你平日追劇工作嘅宵夜涼拌，或者係去露營野餐時嘅方便熱食，唔使辛苦呢就可以飲到暖胃靚湯啦。自熱湯好味又方便，快啲嚟和順堂入貨啦！詳情請瀏覽和順堂網站及專頁。